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：加减赚卡袂散，加减扣就免少。意思是趁钱唔通嫌少，小钱趁济卖变大钱。平常时若较欠咧，也要小福，有需要的时就唔免去共借。网络捌流行一种无停的欠钱法，也就是以礼拜为单位，头一礼拜欠10块，第二礼拜欠20块，第10礼拜欠100块，上尾迄礼拜就是第52礼拜欠520块，安尼一年会使欠13780块，若要用就有。依照星座专家研究，上摆欠人钱的星座狮子座，伊真爱面子，除非万不得已，若无则袂去找亲戚朋友借钱。这个巨蟹座的人，若有需要时，会先去找亲人斗相共，同时会拍拼趁钱行人。金牛座的人，较会规划开销，若有业绩，才会较敢开钱。若讲有欠人钱，就会赶紧去行人。今日讲的俗语是：加减赚卡袂散，加减扣就免借。